其他消息来关心，国防安全研究院爆出性骚扰丑闻，前执行长李文忠几下届传简讯性骚扰一个查某员工，而且这个受害的女员工阁互主管施压。国防安全研究院经过2个月调查，即马确定这个案件性骚扰含主管霸凌拢成立。因为李文忠含施压的主管，互人记2支大个铁质，2个人目前拢已经离职。每一季依照我们的相关的进度呢，来请专家学者来再加强教育。同时，我们也希望创造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工作环境。这件事情呢，也让我们国防部得到一个教训，也就是说，在未来来讲，任何的反映的事情呢，都必须要依法依程序。那当然，这一次我们也很快、很明确的来处理了。那我想在处理的方式，大家也知道结果。我想这个对未来来讲，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加强我们的教育。涉案的李文忠和公明拢已经升辞，国防部事后嘛有检讨，讲会要求国防院爱针对两性平权加强教育。李文忠嘛有透过文字回应讲，针对这个结果，伊表示尊重，伊嘛阁一概回实例。